靠不落，然後知良嘛。比如世兄，你對我這匹馬兒又有何看法？哦，簡直係粉雕玉琢，豔似桃花。嚇！我話細妹你一匹係桃花駿馬。求風韻妙語相關，情切恨，等將心事訴於意中人。我肉酸亂湊，為合根又焉能錯過呢一位絕代佳人？自慚當面向求婚，我有口難言，心着緊。正因馬逢白鹿成佳話，緣何低心自沉吟？難道怪我心口開河，胡言虧得神意？飛呀！細妹所言如金石，看來極情深啊！細妹點呢？一同遊獵在山林，我問兄有何所感？正感崇山出異獸，芳林必定有真琴啊！縱無兒時在搜尋，不覺失意成罪什麼？細兄，
不過真琴倒也見到啦。最難得嘅係精靈華貴，活潑可親啊！到底係乜嘢真琴？在遠方，抑或在附近啊？遠則遠在天邊，近則近在眼前。就係呢一隻金彩鳳，今日得同相會，福為自可驕人啊！誰信你呀？驕人呀，原來是天人，彩鳳長空，贏眼震，瞬間消逝，變無痕，讓世兄未圖將鳳印印，又非我國作謀運，怎能夠自剛人前同接近？上啱楊繼業雖無蕭氏之才，但有良雄之願啊！倘遇上鳳來儀啱便要，啱便要結合鳳和群，與他飛到倫州同親近，與他和鳴共舞到良辰的高香巢韻，同歡聚不離分，不任鴛鴦交頸傲視世間人，你讓自然相妻，獨誇情如焚。